令人忘不了嘅軍中情人方貴維。似乎好少人知道有軍中情人稱號嘅方貴維曾經同星爺合作過，而且合作嘅電影仲係非常受歡迎嘅《賭俠2：上海灘賭聖》。當年因為政治因素，所以呢部電影拍咗2個版本。除咗一般人較熟悉嘅組合之外，台灣版本嘅魚仙就係方貴維。方貴維呢個名喺當年嘅台灣可以講得係家傳戶曉，因為佢純正唔做作嘅氣質同埋笑起嚟令人如沐春風嘅形象深植人心，加上佢唱歌嘅時候令人覺得心頭一甜嘅嗓音，被封為永遠嘅軍中情人，亦都唔令人意外。而且佢亦都係當年好多人心目中繼鄧麗君之後最受歡迎嘅軍中情人。以歌手身份出道嘅佢，其實高中嘅時候就喺學校歌唱比賽嘅常勝軍。而佢出道嘅契機並唔係因為佢嘅歌聲，而係佢另一個才能。學校畢業後嘅佢，因為具有美工特殊才藝，所以入咗藍與白唱片公司做文案處理人員。結果因為出眾嘅氣質同埋外表，令佢被唱片公司睇中。試音通過之後，喺唱片公司安排之下出咗第一張唱片，正式開啟咗佢嘅演藝人生。方貴維算係出道即刻紅嘅代表人物之一，成名作《悔》令佢打開知名度。之後嘅《夜夜帶着歉意入眠》、《願蒼天變了心》、《想你想到夢裏頭》等等，都係當時膾炙人口嘅歌曲，亦都將佢嘅人氣推向另一個高峰。雖然好多香港人並唔知道有呢一位歌星，不過正如前所述嘅電影《賭俠2：上海灘賭聖》粵語主題曲都係方小姐所唱，非常悅耳動聽。佢清甜嘅嗓音係好多人嘅最愛。以而家嚟講，當年嘅方貴維喺外形、氣質仲有歌聲全方面嚟睇，真係可以話係療癒系女神。因為佢純正嘅氣質同埋有點傻大姐嘅個性，實在太討人歡喜。不過或者係天道紅顏，又或者係老天爺想同佢開個玩笑，但就玩大咗。喺佢25歲正值事業巔峰嗰年，卻被診斷罹患咗甲狀腺濾泡癌。當時佢最好嘅選擇就係開刀，但代價就係切除80%嘅甲狀腺同埋終身食藥。最後佢條命保住咗，不過原本順風順水嘅演藝事業就開始出咗問題。一張方貴維癌症告別專輯，令佢被歌迷誤解。而喺佢本人後來敘述之中，可以發現佢當時根本唔知道有呢一張專輯要推出，係唱片公司嘅主意。而熟知佢嘅人都知道，賣慘唔係佢嘅個性。但呢件事卻意外成為佢人生嘅一筆記錄。當初都係唱片公司俾我機會，我先可以出咁多張唱片，我都係心懷感謝嘅。而且佢係笑住嚟講，好似係講緊人哋嘅故事咁。呢個就係佢一個 Facebook 用方貴維快樂小孩做 ID 嘅人，佢嘅快樂向來都係發自內心。喺人生嘅大起大落之中冇失衡，以自己嘅方式一步一步咁走住，唔怨天唔恨人。喺1995年漸漸淡出歌壇嘅佢，即使喺1996年受邀參加第69屆奧斯卡，成為第一位走奧斯卡金像獎星光大道嘅華人女歌手，但係佢依然冇太眷戀鎂光燈嘅閃耀喺自己身上嘅感覺，就咁樣慢慢消失喺人們嘅視野中。直到2005年復出演出大愛劇並大受歡迎後，大家先發現呢個快樂小孩並冇變到，仲係嗰個令人感覺舒服嘅女仔，只係喺歲月嘅鍛鍊之下多咗一抹成熟嘅韻味，但笑容依然好甜。
如果鍾意我哋嘅節目，請訂閱，按小鈴鐺同埋分享，多謝支持。